好啦。因為覺得唔舒服。上節，我為你施洗，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。我哋接落上節係進入基督嘅教會，將十字聖號係畫喺佢嘅額上為記。表明佢自今以後必將信奉釘十字架嘅基督，在人面前承認基督不以為恥，在基督旗下向罪惡、世俗、魔鬼奮勇爭戰，一生盡忠侍奉基督。接受。第一個係咁論盡㗎啦。